好，我哋要開始下，我哋一齊做一個祈禱。親愛天父，滿心感謝讚美你，今日係你所命定嘅日子，我哋要在當中歡喜快樂。求你聖靈親自帶領以後孩子分享你話語嘅時間，還在路上嘅肢體保守佢哋嘅腳步，能夠平安順利嚟到我哋當中。亦都求你保守今日嘅直播同埋各種技術嘅問題都能夠順利。讓我哋能夠一齊謙卑喺你嘅面前，一齊嚟學習你嘅話語，一齊去成長。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俾你。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求，阿門。好，我哋今日會學習呢一季最後一課38章同埋39章咁我哋先嚟簡單回顧一下上一課上一課有講到咧呢個拉吉嘅浮雕咧嘅一部分咧係有講述到呢個亞述嘅士兵摔死同埋擄走呢個俘虜嘅。咁亞述嘅行為好恐怖，所以對於當時嘅希家同埋神嘅百姓咧，造成好大嘅呢個壓力佢哋喺一個壓力底下，所以咧佢哋去尋求人嘅幫助，好似係呢個無可厚非。咁但係神要佢哋學習誠實，依靠耶和華。咁我哋都有講到咧，喺經文當中有講到係神令到靈入到呢個亞述王嘅心令到佢歸回到佢本身嗰度。神嘅動工先至改變呢個扭轉呢個局勢所以我哋有陣時之前我哋如果包括我自己喺聖經嘅時候，可能覺得係因為神派咗個天使殺死咗嗰185000人所以先導致。咁其實真正係神嘅動工神改變佢嘅心咁我哋亦都有講到呢個納拿嘅呢個田野咧佢呢度有呢個遺址咁呢個係水源充足，係從呢個拉吉前往耶路撒冷嘅必經之地當時係兵家必爭之地咁亦都我哋有學習到呢個希家嘅祈禱我哋學習佢點去祈禱佢喺困難面前咧，佢首先係歌頌神嘅，佢唔係擺自己嘅困難佢首先係歌頌坐喺二基路伯上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嘅神，唯獨你係天下萬國嘅神，你曾經創造天地咁如果我哋認識我哋嘅神係創天造地嘅神，我哋遇到任何困難都唔會擔心害怕如果我哋覺得我哋嘅神係好細嘅，解決唔到我哋嘅問題嘅，我哋就冇信心咁然後咧，佢先至係將自己嘅苦情係擺出嚟嘅。佢話呢個耶和華求你側耳而聽，耶和華求你睜眼而看看呢個西拿基立嘅話嚟辱罵永生神佢係以神為是，以神為先咁跟住咧就係講到亞述王嘅所作所為佢做咗一啲嘅令到列國荒涼咁但係咧佢亦都特別提出呢個列國嘅偶像都係人手所做嘅佢認識到呢個偶像嘅有限性。咁同埋佢最後咧佢話要話我哋嘅神現在求你救我哋脫離呢個亞述王嘅手，使天下萬國都知道唯有你是耶和華咁呢個目的咧唔係淨係要幫佢自己解困包括我自己好多時候只係睇到困難，我哋仲要一個目的就係令到天下人都知道耶和華是神呢個好重要亦都係傳福音嘅好重要咁我哋都有講到呢個拉吉嘅浮雕一部分呢個亞述士兵咧將呢啲俘虜處死之後掛喺呢個木頭嗰度示眾所以係好恐怖嘅好恐怖咁亦都有講到呢個狂傲呢啲嘅亞述王係好狂傲將人嘅鼻用勾上呢個係亦都係一個石碑呢個係記錄咗當時亞述王佢點樣將埃及嘅法老啦、腓尼基王啦，將佢哋嘅嘴唇都扣上呢個嘴環然後由呢個亞述王去牽住如果王都係咁，更何況係普通嘅百姓咁亦都有講到神係俾佢哋一個異象即係今年要食自生嘅，
明年要食自長嘅，到後年要耕種要食其中嘅果子即係神會養活佢哋3年咁呢個係亦都係一個安息嘅時間咁同埋講俾佢哋知有餘剩嘅民從呢個耶路撒冷出嚟逃脫嘅人同錫安山而嚟呢度最後講到呢個好重要萬軍之耶和華嘅熱心成就這事如果唔係神成就咧，我哋人嘅努力都係白費嘅都係白費要靠神嘅咁就亦都講到呢個亞述王咧唔會再嚟啦佢唔能夠喺度射箭，唔能夠喺度攻城嘅從邊條路嚟就從邊條路翻去佢唔能夠再嚟擾擾呢個佢講嘅原因係因我為自己嘅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嘅緣故，必保護拯救這城佢係為咗呢個緣故唔係為咗其他原因呢個係拉吉嘅浮雕一部分呢度描述咗當時嘅亞述士兵去攻城咁呢個係塞拉基嘅一個遺址咁佢哋專門有起咗呢個嘅坡去攻打呢個城嘅呢個係坡咁喺呢個經文當中有記載，呢個使者咧係出去一夜就殺咗185000人呢個使者好犀利即係神嘅使者好有說明我哋嘅神係咪真係無所不能好全能嘅神咁跟住咧呢個亞述王嘅結局咧係俾自己嘅親生仔所殺嘅呢個神已經命令，神已經知道佢嘅結局，所以作惡嘅人咧我哋還有句説話叫做咩惡有咩惡報唔係時候未到好，我哋進入到38章，咁我哋都再嚟回顧一下呢個成個結構咁成本聖經有幾多章66卷，66幾多卷咁以賽亞書有幾多章66章，咁1到39章係對應舊約，40到66章係對應新約，咁我哋今一季就完成呢個前邊3部分今日完成啦今日完成，下一次開始係新一季就係從40章開始，咁1到12章咧係論猶大同埋以色列呢個第一季嘅，咁跟住13到23章係論列國，咁呢一季咧係24到30幾章24到30講到刑罰同埋復興啦仲有係被困啦呢啲等等嘅咁有講到亞述啦有講到巴比倫啦，我哋今日係講巴比倫嘅呢個部分好，我哋一齊讀以賽亞書38章第1節好唔好？我哋一齊讀。那時希西家近得死，亞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去見他，對他說：耶和華如此說，你當留遺命與你的家，因為你的死不能活了。我哋再讀2到3節一齊讀。希西家就捲了長長，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求你記念我在你面前怎樣存完全嘅心，按誠實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呢個其實係一個好著名嘅故事如果你熟悉聖經咧，喺另外嘅其他嘅經文咧有更詳細嘅記載。咁以賽亞書咧其實係比較簡略嘅，揀一啲嘅重點咁呢個時候呢個第1節講到那時係咩時候咧？我哋聖經學者佢哋研究咧，係可能希西家14年嘅。佢呢個時候咧正當壯年大概係佢哋研究大概係39歲，只係39歲。咁呢個係很可能係西拿基立進攻嘅前後咁呢度講你當留遺命與你嘅家包括係呢個繼承人啦咁大家知唔知道希西家之後邊個王大家知唔知？瑪拿西係啦，瑪拿西咧係猶大國最邪惡嘅王，但係佢當時只係得7歲當時只係得7歲咁。所以如果佢當時指定繼承人咧，點都輪唔到瑪拿西，因為佢得7歲，佢仲有其他嘅仔嘅咁
當然雖然希家佢自以為喺神嘅面前係完全嘅心啦，佢度講下按誠實行事啦，又做神眼中看為善嘅咁但係佢嘅眼目咧，其實仍然係停留喺世上嘅榮美嘅，所以佢其實呢個苦求咧係希望神延續佢喺世上嘅性命佢呢個祈求咧同佢之前我哋啱先回顧有少少唔同，咁亦都唔同呢個大衛。大衛係點講咧？佢話佢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華嘅殿當中咁佢呢個祈求係冇講到呢個方面呢個係有比之前嘅係有唔同嘅咁如果我哋唔係以神為榮咧，反而係以地上嘅平安福氣嚟代替神嘅同在咧，用恩典嚟取代恩典嘅神咧，咁其實無論幾咁熱心擺上，可能都係會喺信靠信服嗰度出現紕漏所以我哋今日好仔細去睇希家呢個祈禱，其實呢個祈禱咧都引起好多嘅爭議，好多爭論嘅咁有唔同嘅講法。咁保羅佢係點講咧？佢喺腓立比書1章23節佢話：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咁如果係保羅咧，咁佢可能唔會咁去祈求咁所以有人話，因為希家呢個祈求咧，反而俾猶大之後帶嚟咗好多嘅災難咁因為神對佢嘅家有託付咁如果係神要佢繼續做，佢就繼續做神唔要佢做，咁保羅話情願離世咁好多時候我哋可能亦都係覺得我哋喺世上活着係更加好嘅好得無比，到咗非死不可咧，先至係願意與基督同在。但係保羅話係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咁只有係活喺耶穌基督嘅裏邊，先至係真正咁保羅佢話，無論是生是死，總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顯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好處呢個係耶路撒冷佢哋考古現場發現嘅呢個兩側嘅黏土嘅印跡左邊嗰度寫住屬於猶大王亞哈斯嘅兒子希家咁呢個圖案係帶住兩個翼嘅太陽，同埋象徵生命嘅埃及生命之父。咁右邊嗰個咧係寫住以賽亞嘅右邊寫住以賽亞。好，我哋一齊讀讀以賽亞書38章第4節，我哋一齊讀下。耶和華的話臨到以賽亞說：你去告訴希家說，耶和華你祖大衛的神如此說：我聽見了你的禱告，看見了你的眼淚，我必加增你15年的壽數。再讀6到7節。並且救了你和這城脫離亞述王的手，也要保護這城。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先給你一個兆頭。我哋再讀第8節。就是叫亞哈斯的日向前進的日影往後去收拾到，於是前進的日影果然在往後退了10度。大家留意咧，就係如果呢個時候希家離世咧，咁佢一生嘅記錄咧可能會更加好嘅。當然佢之前亦都有少少瑕疵啦，佢去尋求呢個埃及嘅幫助咁但係希家係冇選擇呢個上好嘅，佢選擇呢個次好咁如果按照列王記下咧，你到時翻去睇下列王記下20章咧第4節嗰度講到以賽亞仲未到中遠咧，嗰個話已經臨到啦亦即係話神就早就知道呢個希家係唔會順服佢嘅安排，即係神係本嚟想安排佢呢個時候離開嘅咁本嚟神係俾佢一個上好嘅機會所以我哋睇唔一定，我哋有陣時候我哋唔係話我哋一定要快啲走有陣時唔一定係咁樣咁神俾佢做一個更完全人嘅機會擺喺希家嘅面前，但係佢冇珍惜咁佢要揀呢個次好嘅希家佢揀呢個肉體方面咁
有陣時我哋都會想咁樣啊。咁希西家可以話係晚節不保啊。我哋陣間會睇點解係晚節不保，可能大家都熟悉呢段經文嚇。咁喺呢個我哋古人有一句即係講到王莽咧嚇，王莽佢本嚟係一個幾好，後尾佢亂搞嚇，結果咧佢就反而落得嘅一個惡名啊嚇，惡名嘅。咁呢度講到第5節啊，大家留意，神係應允咗希西家嘅祈禱啊，同佢加增咗幾多年啊？15年啊，39歲到幾多歲啊？加15，54歲啊。咁神冇信，如果人冇信服神咧，神有冇虧損啊？神冇虧損啊。咁呢度希西家15年，其實係造成咗2個嘅破口啊。我之前有講到，當時馬拿西如果佢呢個時候走幾多歲啊？7歲。如果15年之後幾多歲啊？22歲嚇，正當呢個年輕，但係呢個好邪惡嘅喎，因為佢做咗好多年嚇。咁呢個埋下咗呢個猶大被擄嘅一個內因。咁神咧係應許呢度講第6節嚇，並且我要救你和這城脫離亞述王嘅手，也要保護這城。亦即係話咧，希西家患病嘅期間咧係西拿基立喺度圍城進攻嘅時候，咁康復咧，亦都成為耶路撒冷得救嘅一個標誌啊！咁呢個亦都可能係成為希西家佢後尾嘅光明壯膽嘅來源。咁但係神要拯救希西家咧，唔係因為希西家嘅祈禱，係因為神已經有命定啊！因為佢特別講到如果大家睇到啱先回顧經文喺37章嘅35節嗰度話，因我為自己嘅緣故，又為我僕人大衛嘅緣故，必保護拯救這城。咁呢個第8節呢個係一個神蹟嚇，呢個每次我都冇去查呢個日柱應該鬼啊讀日位鬼，多謝。要摸佢鬼的音鬼。鬼讀鬼咋 ？OK， 日鬼。咁呢個佢原文咩意思咧？係亞哈斯嘅階梯亞哈斯嘅階梯可能係一個東西走向嘅台階嚟嘅。咁兩端咧都有呢個45度嘅10級嘅呢個台階咁喺石階之前咧各有1道嘅牆咁呢個時間咧係以嗰個牆嘅影咧喺呢個石階上嘅進度嚟計算10級咧啱好係半天上晝，再去10級咧就係下晝，係咁樣計嘅。當時佢哋冇嗰啲好似我哋而家嘅鐘佢靠日影嚟呢個睇時間咁過去咧亞哈斯係拒絕神主動嘅應許，可以顯喺天上嘅兆頭。咁神而家係用亞哈斯嘅日晷嚟回應呢個希西家嘅求嘅兆頭。咁提醒咧希西家佢當時都企喺呢個佢父親嘅亞哈斯嘅十字嘅路口。咁究竟係一心專心倚靠耶和華咧，定係腳踏兩條船？大家知唔知咩叫腳踏兩條船啊？唔能夠專心倚靠耶和華，誠實倚靠耶和華。當然我哋亦都要靠人嘅幫助神會差派，但係我哋係咪專心倚靠咁其實我一路喺度教大家，咁其實我自己咧亦都喺度學習包括而家都喺度經歷喺度學習，要誠實倚靠耶和華咁神咁遷就呢個罪人，寧願讓呢個日影後退半天。後退半天即係咩意思啊？譬如話嗰陣時係中午嘅，或者下晝嘅，佢就褪到中午，或者中午就褪到早上。大家明唔明呢個意思？即係嗰日係遲咗半日先日落嘅。咁佢唔強迫希西家係順從神嘅命令，寧願咧係讓佢嘅獨生子死喺十字架，為罪人死。佢唔強迫罪人信主嘅，所以信主係神俾每個人嘅自由意志你信或者唔信咁我哋人咧都係按照神嘅形象樣式所做嘅，所以神好注重、好尊重神人嘅自由意志。喺呢個伊甸園嗰度，神有冇強迫呢個亞當夏娃食或者唔食嗰個分別善惡樹嘅果子
冇嘅，係俾佢自由意志嘅。啊，咁神係希望我哋真係做一個選擇。啊，佢唔係做一個木偶。啊，如果做木偶咧，我哋就唔會犯罪嘅。啊，咁我哋唔知道呢個後退10度嘅呢個神蹟點樣實現，但係神有佢嘅方法。啊，一定係有佢嘅方法。好，我哋再嚟睇呢個38章第9節。啊，我哋一齊讀啊！猶大王希加患病已經痊愈，就作詩說：我說正在我中年之日，必進入陰間的門。我餘剩的年歲不得享受。我說我必不得見耶和華，就是在活人之地不見耶和華。我與世上的居民不再相遇。我的住處被遷去離開我，好像牧人的帳棚一樣。我將性命捲起，像織布的捲布一樣。耶和華必將我從機頭剪斷，從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結。再讀。我自己安靜直到天亮，他像獅子截斷我一切的骨頭，從早到晚，他要使我完結。我像燕子鳴鳴，像馬甲鳴叫，又像鴿子哀鳴。我因仰滿，眼睛困倦。耶和華，我受欺壓，求你為我作保。我可說什麼呢？你應許我的，也給我成就了。我因心裏的苦楚，在一生的靈人必悄悄而行。主啊，人的存活乃在乎此，我靈存活也存在此。所以求你使我痊愈，仍存活。看啊，我受大苦，本為使我得平安。你因愛我的靈魂，便救我脫離敗壞的坑。因為你將我一切的罪應在你的背後。我再讀。原來陰間不能稱謝你，死亡不能頌讚你，下啲人不能盼望你的誠實。只有活人必稱謝你，像我今日稱謝你一樣。為父的必使兒女知道你的誠實。我再睇，耶和華要肯救我，所以我要一生一世，在耶和華殿中用詩語的樂器唱我的詩歌。大家睇下呢個祈禱啊，好長啊，係咪啊？從9節一直到20節，呢個比佢為呢個以色列脱離呢個兇惡仲要長嘅呢個篇幅。嗰個目的只係佢能夠存活啊！呢個係咁，同埋呢一首詩嚟嘅，大家要知道，從10節到20節一首詩嚟嘅。咁可以話係所羅門王之後猶大王留低嘅唯一嘅一首詩啊！咁聖靈將呢一首詩咧放喺聖經當中，咁特別要我哋思想，呢個其實係一個交錯對稱嘅一個讚美詩。咁佢嘅中心咧係第15節嘅啊，呢個15節啊，他應許我的也給我成就了啊！咁呢度特別有講到啊，10到11節係講到呢個即將離開活人之地，進入陰間嘅門啊。咁12到14節係講到病中嘅禱告，15節係感恩同埋立志，26到17節係禱告蒙應允。咁最後嘅18到20節係回到活人之地，進入耶和華嘅殿啊。咁啱先我講有啲聖經學者研究發現，希加當年可能幾多歲啊？39歲，39歲係正當中年壯年嘅時候。咁所以佢點講咧？正在中年之日進入陰間嘅門啊！咁而且按照當時人嘅壽數嚟講，啊39歲係正當中年嘅。但係呢度話11節話，我必不得見耶和華啊！亦
亦即係話佢唔能夠再上聖殿去敬拜神。咁12節講到我嘅住處呢度應該係講到佢嘅身體我嘅住處被遷去離開我，好似牧人嘅帳棚一樣。咁呢度15節甚至可以佢度話：我可説什麼呢？你應許我的也給我成就了。亦即係話希家佢冇辦法解釋點解神要點樣或者係咁樣，但係佢承認咧呢個醫治係神白白嘅恩典所以今日神如果醫治你唔係話理所當然嘅神有佢嘅恩典嘅，我哋要感恩咁呢度15節嘅後半段話：我因心裏嘅苦楚，在一生嘅年日必悄悄而行即係佢可以翻譯成我因心裏邊嘅苦楚，在一生嘅年日必謙卑而行呢個悄悄可以翻譯成謙卑。咁呢個係希家喺立志神加增15年之後佢認識到一個問題，就係16節呢度話：主人得存活，乃在乎此；我靈存活，乃也存在此。佢知道人能夠生命存留係神嘅恩典，係神嘅託住咁但係如果你再睇列王記下歷代志下或者列王記下，佢後尾係有驕傲嘅佢我哋陣間再講下佢帶呢個巴比倫嘅使者去參觀呢個成個猶大所以我哋人唔係永遠都能夠保持嘅呢個謙卑謙卑好緊要咁我順便講下，我哋最近靈修係出埃及記咁呢個摩西喺民數記嗰度特別有一句説話講到佢係極其謙和嘅極其謙和。咁我哋再睇第17節呢度呢度講到看我受大苦，本為使我得平安。呢度知道希家佢承認神使自己得苦係為咗佢嘅生命益處，赦免佢嘅罪，救佢脫離敗壞嘅坑。佢知道嘅，佢知道神讓佢受苦係有咩嘅目的咁呢度18節亦都講到陰間、死亡、下坑呢啲都係代表死亡嘅咁19節呢度講到為父的必使兒女知道你啲誠實亦即係話希家佢立志要遵守神嘅律法，但係最終咧係有啲諷刺佢嘅仔瑪拿西係成為猶太嘅歷史上最叛逆嘅王，而且統治咗好長時間咁所以呢個王咧導致惹怒咗耶和華嘅怒氣咁神嘅旨意咧本嚟係好嘅要佢喺嗰個時候離開咁但係佢係冇選擇上好嘅，只係選擇次好嘅，所以呢個係希家有可惜嘅地方咁如果按照列王記下18章我哋有記載咧，又講到希家倚靠耶和華以色列嘅神，在他前後嘅猶大列王中，沒有一個及他的，因為他專靠耶和華，總不離開，謹守耶和華所吩咐摩西嘅誡命咁呢個評價係相當嘅高呢個評價相當嘅高咁但係就算係咁咧，希家仍然係冇堅持到底冇堅持到底咁，所以我哋每一個人咧都要去反省，包括我自己究竟我哋比希家強喺邊度，或者係甚至係比佢弱好多嘅好，我哋繼續讀21到22節，最後2節我哋一齊讀。從上文說，當取一塊紅花餅貼在瘡上，王必痊愈。希家行傳說，我能上耶和華的殿，有什麼兆頭咁無花果餅可唔可以治病大家覺得冇嘅，呢個本身治唔到病嘅只係話一個確據嘅啫所以我哋如果有病唔好攞無花果唔係咁嘅意思嘅。一切嘅醫治係嚟自於神嘅自己。咁呢個兆頭咧就係前邊第8節所提到嘅日影
呢個向後褪10度啊。咁呢個如果你翻去睇《列王記》咧，佢按照時間順序記載呢件事嘅，呢件事係好重要一件事啊，可以話係猶太嘅歷史上，包括希西家個人嘅歷史上好重要一件事。你翻去睇《列王記》下嘅20章嗰度，好具體嘅詳細，但係咧以賽亞係好刻意咁去忽略咗好多嘅細節啊。咁呢個情節咧係移到希西家係已經痊愈嘅啊。咁喺成個故事已經結束之後咧，佢突然間就嚟咗一句就係有咩兆頭啊？咁其實係反過嚟去記載嘅啊。咁讓我哋睇到咧呢個成個過程嘅屬靈嘅真相究竟係點樣啊？更加透徹啊！咁如果你睇38章到39章咧啊，佢都係一個交錯對稱啊。38章第一節係講希西家嘅病得要死，以賽亞去見佢。咁對應39章第一節，希西家病得痊愈，巴比倫使者嚟見他。咁跟住38章2到3節係講到希西家唔願接受神嘅安排。咁係對應住39章嘅3到4節，巴比倫係口惠而不實，希西家係積極回應。咁跟住38章嘅4到20節係講到神賜應許兆頭醫治，希西家係立志回應啊。呢個係對應到39章嘅5到7節，以賽亞宣告國必被擄。咁跟住係38章嘅21節啊。咁跟住係希西家求呢個兆頭印證啊，對應呢個39章嘅最後一節啊，希西家欣然接受呢個結局，就係佢嘅仔、佢嘅後代會有人被擄去做太監啊。咁希西家已經有神嘅應許，又有無花果嘅確據，佢仲想要一個兆頭。大家有冇睇到啊？啊，佢已經得醫治啦。我哋人有句説話叫做咩啊？貪心不足點啊？蛇吞象啊！佢中咗一個兆頭，咁神都應允佢喎啊！神都應允佢喎啊！神係好有恩典去遷就希西家啊！佢本嚟應該係好有信心，其實呢個係多餘嘅，呢個22節佢唔應該再講呢句説話，佢應該係感恩啊！佢反而仲要多一個兆頭啊！咁去到下一章我哋會睇到事情係相反嘅啊！敬虔嘅希西家成咗呢個猶大滅頂之災嘅，可以話一個根源啊，反而咁佢當然最後佢好膚淺咁話自己躲過咗災難，但係其實我哋真係要去反省下。好，我哋一齊讀39章嘅第一節，我哋一齊讀下。那時巴比倫王巴拉旦的兒子米羅達巴拉旦聽見希西家病而痊愈，就送信和禮物給他。再讀。希西家喜歡見使者，就把自己寶庫的金子、銀子、香料、貴重的膏油和他寶庫的一切軍器，並所有的財寶都給他們看。他家中和全國之內，希西家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於是先知以賽亞來見希西家王，問他說：這些人說什麼？他們從哪裏來見你？希西家說：他們從遠方的巴比倫來見我。以賽亞說：他們在你家裏看見了什麼？希西家說：凡我家中所有的，他們都看見了。我財寶中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嗱，呢度有一個詞係重複出現啦，沒有一樣，即係所有嘅嘢，佢全部都展現出嚟啊！咁呢個第一節嘅巴比倫王巴拉旦嘅兒子米羅達巴拉旦啊，咁呢個就係馬爾杜克巴拉旦嘅二世啊。咁呢個米羅達巴拉旦喺以蘭嘅支持下，佢成為咗巴比倫嘅王啊。咁後尾佢被呢個亞述王擊敗，逃往以蘭。咁喺主前嘅呢個705年咧，呢個世根二世戰死，
咁呢個米羅達巴拉旦又恢復咗皇位。但係9個月之後又被西拿基立，即係而家圍攻緊呢個希西家嘅呢個王打敗咗。咁呢個巴比倫嘅使者訪問咧，可能係西拿基立進攻呢個猶大嘅之前，或者係點樣樣嚇。咁呢個希西家特別係好中意見呢個使者，佢想顯耀自己啊！特別睇第2節，大家睇呢度有寶庫啦，即係金銀財寶嘅倉庫啦，仲有武庫啦，即係武器嘅倉庫啦。一個係財力，一個係軍力。咁佢想顯示自己嘅能力咁呢個係咪一個驕傲咧？大家覺得係驕傲我之前有講到，反覆講全宇宙最大嘅罪係咩罪啊？驕傲不過撒旦佢冇犯其他嘅罪，就係犯驕傲被神趕出天庭所以人係好容易驕傲嘅，好容易驕傲咁神就早就應許，我要救你同埋呢個城脫離亞述王嘅手。亦都保護這城，但係喺呢個誘惑面前咧，我哋人都有啲虛榮嘅，係咪？都係想點樣樣。希西家係忘記咗呢個應許，咁佢究竟佢要睇下究竟係點樣樣。佢個內心其實佢冇去尋求神睇喺呢個過程當中，佢冇話究竟應該係點樣做，佢即刻就。人哋講乜佢就照做咁喺第3節呢度咁第3節嘅當呢個以賽亞嚟問佢嘅時候，佢話呢啲人嚟講咩咧？佢去從邊度嚟見你咧？希西家，你睇下佢嘅回答係點㗎？大家留意，其實呢個以賽亞問咗佢2個問題，係咪？第一個問題係呢啲人講咗咩？第二個問題係咩啊？佢哋從邊度嚟見你？咁希西家點回答啊？佢哋從遠方嘅巴比倫嚟見我。佢有冇回答第一個問題啊？冇嘅。大家明白就係佢逃避咗對方究竟講咩嘢，佢只係回答咗有句説話叫做避重就輕佢個回答佢只係講佢從邊度嚟，但係冇回答到究竟呢啲人係講啲咩嘢。好多時候我哋只係講自己合自己心意嘅嘢，冇講合神心意嘅。咁同埋人心亦都有詭詐，佢知道以賽亞嚟揾佢係有問題啦，佢有但係佢亦都冇好似大衛咁認罪悔改，呢個亦都係好，佢個反應亦都係好重要我哋會犯錯嘅，但係我哋能唔能夠認罪悔改好重要。呢個係呢個巴拉丹嘅呢個界碑描述咗呢個巴拉丹2世佢當時賜俾一個藩王嘅封地。好，我哋再嚟讀，繼續讀5節，我哋一齊讀下。以賽亞對希西家說：你要聽萬軍之耶和華的話，日子必到，凡你家裏所有的，並你列祖積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不留下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並且從你本身所生的眾子，其中必有被擄去，在巴比倫王宮裏當太監的。希西家對以賽亞說：你所說的耶和華的話甚好，因為在我的人族中必有太平和穩固的景況。咁神所命定嘅結局係公平合理嘅咁佢呢度第4節嗰度希西家係講咩咧？佢話：凡我家裏所有的，他們都看見了，我財寶當中沒有一樣不給他們看的。呢個係好要命嘅事情。咁所以因為佢俾人哋睇，所以第6節神點講啊？凡你家裏所有的，並你列祖積蓄到如今的，都要被擄到巴比倫去，不留下一樣。這是耶和華說的。
即係話你俾人哋睇咁多，就要所有嘢全部俾人攞走。啊！神好公平，好合理。啊！咁既然希西家佢咁快忘記神嘅應許，咁神啊咁想迫切啊，將自己交俾巴比倫。啊！大家明唔明白？啊！佢好想顯耀啊喺巴比倫面前。啊！好似想彰顯自己，就當佢一個好朋友係咪？只有好朋友先至會將自己嘅財寶俾人睇嘅，係咪？你會唔會輕易將你打開屋企嘅門俾求其一個陌生人睇啊？係唔會嘅，你肯定係關係好好嘅人先會咁嘅，係咪？啊，咁所以亦即係話佢將神放喺一個更加次要位置啊！佢忘記咗自己喺神面前嘅立志同埋委身啊，所以神就允許佢被擄到巴比倫去，唔留下一樣。所以我哋今日亦都要小心，我哋唔好交俾巴比倫。啊，咁其實以賽亞從剛蒙召開始，神就已經係宣告遠方有個仇敵要嚟摧毀錫安，擄走巴比倫，擄走呢個百姓，呢個國家就係巴比倫。啊，真正嘅敵人咧唔係亞述，呢個神早就已經係命定，已經係知道，真正嘅敵人係巴比倫。啊，雖然冇點名，啊，所以。而家希西家係以仇敵為由啊，為由啊，呢個係調翻轉頭嘅，係好要命嘅一件事情啊！呢個第8節啊，佢可以翻譯成希西家對以賽亞説：你所説耶和華的話甚好啊！因為他諗在我有生之年必有太平同埋安穩啊！咁呢句説話唔知你聽到之後有咩感覺嚇？咁或者有啲人解釋話佢好似好喜樂啊或者咩，但係俾我嘅感覺咧就係佢好似好自私啊，好滿足現狀，即係話我哋有句説話叫做我死後洪水滔天我都唔怕啊，我就過好呢一輩子。咁佢就真係好似咁樣啊，佢唔理其後邊嘅人啊，咁所以佢之後就出現咗。呢個瑪拿西，當然啊，有約西亞係短暫嘅復興，但係都冇辦法啊。36到39章咧係呢個以賽亞第一部分嘅一個結尾，咁啊記載咗亞述佢入侵呢個猶大，咁耶路撒冷喺絕境當中發生嘅歷史事件。咁其實以賽亞佢係一個倒敘嘅方式嚟記載嘅，大家清楚嚇。就係首先係記載咗希西家喺危機當中捉住神，啊，然後再去追述佢喺平安當中失敗嘅，啊，咁就提醒我哋，啊，我哋好多時候會點啊？忘咗好咗傷疤，跟住點啊？忘記痛啊！好多時候會咁嚇，咁忘記呢個神嘅應許，神嘅信心嘅祈禱，啊，咁。同埋我哋要明白，即係信心冇咩其他套路，係一個生活嘅方式。我哋要喺生活當中去活出嚟嘅。啊，祈禱咧亦都唔係好似一個阿拉丁神燈咁樣樣，一祈禱就會點啊，而係咧要係時時嘅順服謙卑。如果唔係好似希西家咁優秀，佢都講係幾好嘅一個王，佢都會喺關鍵時候。會跌到嘅，呢個可以話係晚年不保啊。咁我哋下一季咧會講40到66章，係特別係要超越呢個嘅地上嘅錫安同埋大衛嘅後裔啊，向我哋啟示最終嘅答案啊。所以我哋咧嘅盼望咧唔係依靠我哋自己，唔係依靠勢力，而係亦都唔係地上嘅人，而係單單依靠嗰位為我哋信心創始成終嘅耶穌基督啊！我要記住，以賽亞書最重要嘅主題就係誠實倚靠耶和華啊！咁聖經最中間嗰節經我唔考大家啦，大家應該好熟悉啦嚇。咁我哋呢一季就停喺度嚇。咁我哋下一次為大家繼續參加，請大家預先讀一次以賽亞書40章1到31節。咁我哋有兩題，大家討論一下嚇。第一個就係請翻以賽亞書嘅38章1到5節，
神對人一生嘅安排會唔會因人嘅祈禱而改變呢？請我哋弟兄或者姊妹比較快翻到幫我哋讀一讀以賽亞書38章1到5節。睇下邊個比較快翻到幫我哋讀一讀。那時希西家病得要死，阿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去見他，對他說：耶和華如此說，你當留遺命與你的家，因為你必死不能活了。希西家就轉臉朝牆，禱告耶和華說：耶和華啊，求你紀念我在你面前怎樣存完全的心，按誠實行事，又做你眼中所看為善的。希西家就痛哭了。耶和華的話臨到以賽亞說：你去告訴希西家說，耶和華你祖大衛的神如此說：我聽見了你的禱告，看見了你的眼淚，我必加增你15年的壽歲。好，唔該。嗱，神對人一生嘅安排會唔會因為人嘅祈禱而改變呢？會嘅。呢個15年係好唔係短嘅唔係一個短嘅一個時間咁神係會允許呢啲事情係發生嘅咁但係好與唔好咧，我哋要去自己去睇我哋再嚟睇下邊一個問題請按以賽亞書39章第8節，希西家係一個點樣嘅王咧？當然唔係淨係呢一次，我哋回顧佢嘅一生呢個對你有咩影響請我弟兄或者姊妹比較快翻到幫我哋讀一讀以賽亞書39章第8節。我耶和華必成就我所說的，我先給你一個兆頭，就是叫亞哈斯的人前陣的日影往後退15步，於是前陣的日影趕走從路萬，他要使我們完結。好似唔係好啱，係39章第8節。係啦，讀錯啦。然後嗰日攜人掛頭盔就係啦，我讀咗個眼我得。唔緊要。我縮眼我得睇到。縮眼第8節，唔好意思，唔緊要。希西家對以賽亞說：你所說耶和華的話甚好，因為在我的年日中必有太平和穩固的境況。好，唔該。我唔係淨係睇呢一節我即係話以呢一節作為一個契機去睇下。你諗下，我哋學咗好耐我哋過去一段時間，要回顧一下希西家究竟係點樣嘅王咧？如果要你嚟評價一下你覺得佢呢個王係點樣一個王咧？我雙眼大眼嘅人喺度大家可以分享下。佢初係好咯，但係佢晚年嘅時候，佢又驕傲咯，佢又自私咯。佢唔係完全嘅誠實依靠神咯，因為根本佢病嗰陣時就係要死。但係如果佢即係先知同佢講嘅時候，如果係即係完全嘅誠實信靠交託俾神，佢要順服咯個安排。但係佢就會話我誠實行事啊，我有咁多嘢做咗咁多好嘢所以即係佢唔係完全嘅順服信靠咯。其他人咧？致命係驕傲，好似啱啱你講驕傲。即係好似神嘅福氣臨到佢，就覺得係一個即係覺得領受呢個福氣就係好啦咁樣，好似唔能夠去擔當。如果神俾佢一啲唔好嘅事情，佢好似唔能夠去擔當到呢樣嘢。即係對神嗰個都係睇有好處就係好嘅神，冇好處就係好似有啲懷疑，唔係好十足嘅信
心都唔係咁好，佢只要佢自己一生過得好就得㗎啦，佢唔理後邊㗎啦，佢自己啲子孫啊後代佢都唔理㗎啦，咁樣咯嚇。只求自己的益處。我如果簡單，我如果嚟睇咧，就係、佢有好有唔好嘅嚇，即係話佢係大體咧都係算係倚靠，但係佢有當然你話佢想痊愈，當然我哋從人嘅角度係人之常情啊。咁但係佢得到恩典之後咧，佢又驕傲。咁同埋當先知指出佢嘅問題之後咧，呢個反應我覺得係好重要嚇。佢冇好似大衛咁去認罪悔改嘅啊，佢即係好似有少少沾沾自喜，反正我睇唔到啊，所以呢個我覺得係有唔同嘅嚇。如果佢我即係咁喺度諗啊，假如佢係能夠認罪悔改嘅話，會唔會猶太人嘅歷史又有啲唔同咧？或者佢嘅仔佢嘅後代又會有所不同咧？我哋唔知啊，因為歷史冇如果嚇。咁所以我哋都求神幫助我哋。好，我哋今日就停到呢度。我哋請阿 Peter 同我哋做結束祈禱啊。我哋天上父神，我哋感謝讚美你嘅名。主啊，人算什麼？你竟顧念他。我哋從希西家嘅身上學到，真係如果我哋係親近神嘅，神必係會親近我哋。但係我哋只要係依靠神度日，神必會係一路帶領我哋走前面嘅道路。但係好可惜，人係軟弱嘅。我哋求神真係，我哋如果有喺你面前有什麼係唔敬畏你嘅，求神原諒，求神赦罪，俾我哋能夠全心全意，好似呢個以賽亞書中心就要我哋完全去依靠神，度過每一天每一日。主啊，今係你嘅聖日，俾我哋能夠用心靈誠實喺殿裏面用歌聲讚美你，去學習你嘅話語，我哋能夠平安度日。感謝神賜俾我哋親近你嘅時間，求神真係享受一切嘅敬拜與讚美，感恩禱告，代主耶穌得勝名字求。